以為默默耕耘，自己撐晒所有嘢，呢個就叫擔當。香港創業嘅老闆，你可能咧用緊沉默嘅方式，傷害咗咧你最愛嘅人。創業咧壓力已經好大，外向嘅你咧習慣咧都係自己近。你以為唔講咧就唔會令到你屋企人擔心，結果咧你變得冷漠，對住屋企人咧問多兩句咧，你都會覺得佢好煩。你仲以為咧佢哋唔明白你，唔支持你，直到咧大家嘅關係咧降到冰點，先察覺問題咧唔係佢哋唔明白，而係咧你唔表達。你坐緊火箭向上飛，一聲唔出咧，其實佢哋仲喺地面，點會知道咧你睇緊啲咩風景呢？原來你嘅沉默係最傷人嘅刀。真正嘅強大咧，唔係默默承受，而係咧學識溫柔咧咁樣去溝通，邀請咧佢哋睇到你嘅世界。呢個咧先至係咧真正嘅向下兼容。關係咧係需要經營嘅，而唔係考驗。真正嘅領導力就係咧好好咧同身邊嘅人講第一句說話開始。如果咧你習慣咧所有嘢都收埋自己去撐嘅話，可以留言111，先做一個潛意識繪畫測試。等我咧幫你拆解咧你內向沉默嘅背後，究竟咧係邊一個潛意識嘅模式作祟咧，從而幫你揾翻咧打開溝通嘅門匙。